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有一条街的概念，因此透过镜头，我们持续带您拜访南庄。在南庄不仅是有三宝，同时还有很多私房景点值得造访，像是近幽的向天湖，还有电影的拍摄场景神仙谷，天然的山水景色。来到了南庄，您还得在民宿里面放慢脚步。苗栗南庄桂花巷飘香，怀旧的街道总是吸引人潮。来，请你们喝这个我们的商标商品，就是桂花酿。亲切招呼客人的老板江醒文，懂得不仅仅是桂花酿的吃法，专精乡土旅游的他，还是个在地通。就是我们的向天湖，整个湖面哈，它是位于3座山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天然湖。海拔738公尺的向天湖环山景致倒映湖面，静谧的景色可以沿着步道环湖，走进向天湖的美色里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天然的湖，我们在这里头感受气候的宜人，我觉得是跟外面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抛开尘嚣哈，就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很陌生的环境，又是很优美的地方。沿着水深，江醒文再带着我们探神仙境。你看到这个神仙谷，这个非常壮宽的一个地方哦。溪水奔腾向下倾泻，切割出岩床和凹沟，少见的岩层地形成就了壮阔的神仙谷。从事乡土旅游文化，在这里头，我们就希望注入更多的元素跟资源进来南庄，就很多的游客也能够感到南庄这边，原来它是那么好山好水的一个环境。从在地景点看南庄，留住旅人停留的脚步。接下来停驻点要步向浪漫的欧式建筑了。山林氛围里，轻松拥抱大自然，在欧风和天然味交融之中，仍旧不失在地情怀。女主人在摆设里放进了小心思。也喺我喺民宿嘅房間啦，嗬，因為我係客家人，所以我特別喜歡一個客家部位嘅元素。舒適的住一晚，還能好好品嘗在地滋味。這是南莊的清蒸鱒魚，才知道它有沒有嫩啊。鱒魚、桂竹筍、椴木香菇是當地最美味的三寶餐。旅行南莊別心急，記得放慢腳步。山城小鎮的山居歲月，適合漫遊品味。奶油般柔和的桂香引着旅人入南莊，一個回眸，水色山光的詩意未盡，神仙谷的磅礴無法回避，交錯出山居裡的感動時刻。